淫贱不能移的陈冠希，继艳照门事件后仍未停手，而且行为举止越来越重口味。历史对象更从张柏芝、钟欣桐到吴思凡，还在微博上公然向女神汤唯示爱。日前，网上又有知情人爆料，冠希哥哥秘密私会宅男女神陈妍希。7月9日，陈冠希在网上推出自己的新歌《谣言》，他说自己是谣言的代言人，总是避无可避。在歌词中表示要写封请愿信，提出一条新条例，相信有人开始讲是非时，立刻判对方死。众人皆知，陈妍希与柯受良之子柯有伦的关系密切，虽然从未公开承认恋情，但从台湾媒体所拍到的照片来看，两人的关系也十分暧昧。此次冠希哥哥竟然公开密会陈妍希，并被狗仔拍到，柯受良是什么性子，那他的儿子就是什么性子。被戴了绿帽子，很有可能在一气之下联络港台一批关系好的星二代，集体彻底把你搞臭。陈冠希老师，不管照片是否属实，赶紧出门躲躲吧。